分享一下，就是超級謝謝認識那麼多的好的老師，在台灣認識的朋友，每一個都是我的老師。咁就琴日同一個朋友傾開偈咁樣，就係佢就講咗句嘅，看破不說破，看破不說破。這個也是我覺得真的要好好學習。就有些事情就是知道就好啦，唔好亂咁噏。咁因為阿基咧就係中意亂講嘢嘅人嚟嘅嚇。咁而家都係努力改善當中嚇。我想講唔係講話看破不說破呢樣嘢，我諗好多人都知道點樣解，但係知道點解係一件事，知道點做咧就另一件事。我由細到大咧聽好多道理嘅嚇，因為我嘅家庭教育背景咧就即係我家中嘅長輩咧好喜歡即係同我分享人生嘅道理，我也超級感謝我的長輩們，他們願意分享這些真的非常有用做人就是要學怎樣做一個人嘛。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就是每個人都在學啊。有些人願意教你的，我就感謝他，我會好好地聽。但是問題來了，原來做咗50幾年咧，後嚟發覺就好多道理咧，就係唔係攞嚟講嘅，係攞嚟做嘅。即係講就容易咯，聽就容易咯。咁好多就係慢慢去體驗咯。咁我覺得好幸運咯，即係喺我嘅人生即係接近50歲嘅時候，做咗呢個決定移民嚟台灣，即係我嘅 second life。真係名副其實嘅 second life，咁變咗我嘅改變好多，亦都係前半生所聽嘅資訊咧，後半生可以用出嚟，咁樣發覺，誒，咁就係而家就唔敢好似以前喺香港大言不慚話，我要什麼修什麼即係修身修心成仙成佛對不起對不起，從前真的丟臉了。阿芝就是什麼都不懂所以這個頻道亦都係一個好好記錄就係自己係去懺悔去自己去督促自己阿基唔可以唔好亂嚟，好好做一個人佛神嗰啲唔係你能夠做嘅，你傻瓜，好好做一個人已經唔容易啦然後也要跟阿基說對不起，不可以哦。可以好好地拍影片，哈哈！而家好好生活我喺度等我太太翻嚟，因為咧掛住佢咯，因為佢成日出咗去成日。好啦，分享到呢度啦，拜拜。